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失落1只，兼无请放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吗？已经找着，就欢喜排伊伫镜头顶。爱祝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43首，世间万物有别一首。请起立。咱永远徛伫用主教是咱的主导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就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并是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就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9篇，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我来去，来，嘴大的人，才有水；唱家人，来买酒，来买奶。你若着开钱买袂食伫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
趁找袂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水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生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俄罗你，伫主日早时，阮谦卑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啊，你是何等伟大！阮要学罗你的圣尊名。阮感谢你伫2000年前，就将肉体来到阮的中间，为着阮死伫咧十字架顶。因为安尼，阮会当诚做无罪的，会当甲你做伙过活。主啊，阮感谢你带领阮的性命，指示阮应该爱行的道路。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阮若是有做啥物得罪你的代志，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悔改。阮为着家己的软弱来祈祷，求你除去一切重担，互阮得到平安。这礼拜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阮备万心来准备圣诞庆祝。主啊，伫这个大港节的时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心内充满感恩甲盼望，恳求你，互阮伫伫遮来重新孝念你为阮所做的一切，而且来准备庆祝基督的降生。这个时阵嘛是教会上无用的时，教会有准备每日的灵修，求你会当帮助阮安静落来，来听你美善的声音，让阮的心充满感动，而且把这个感动传予阮的家人、阮的朋友，也阁有阮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主啊，伫教会的事工，阮求你，互每一位参与伫中间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你甲阮同在，你的恩典做伙来做工。照你所赐互阮的恩赐来服侍你，甲你的教会，嘛会当互阮用这个机会，互更较侪毋捌这个人来到遮，互因来认捌你。阮特别为着教会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为着遐生活困苦也是身体、心灵有需要的人来祈祷，求你赐互因力量甲安慰，求你亲自来医治身体欠安的兄弟，互因有信心来面对因的病痛。即马恳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来听你要所讲的道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
赞美，阮请献歌队来唱献诗。
咱感谢圣歌对真水的歌声来锻炼阮学了上帝。这是咱三个来读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若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就背北，同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正这时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士，问因基督就伫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伫犹太遮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的，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安静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到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最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顾得。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趴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予伊，就是黄金、乳香、没药。搁伫民梦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圣经读到遮，咱邀请张牧师来讲道。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奇妙的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个天父、和平的人君，主愿感谢你，伫阮准备心要来迎接耶稣基督伫2024年的圣诞节，搁一摆降生伫阮心内时，阮的心充满了欢喜，因为有一个婴仔赏赐予阮。通过伊的降生，阮确信以马内利，上帝你拢甲阮三合一个。你赏赐阮即个活命，互阮还有一口气伫世间咧生活。祝阮逐工咧敲揣，毋望会通揣着满足阮，互阮袂阁喙焦、袂阁枵的物件。阮用真侪精神趁食，总是啉了会阁喙焦，食了腹肚会阁枵。主你甲阮讲，爱追求迄个永远的活命，爱追求迄个袂败坏的。主啊，阮知影，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互阮有即种阮想袂到的稳定。有一天，阮无阁需要为着生活劳碌流汗拍拼，食迄个袂互阮得到饱的物件。耶稣基督的降生，主阮会通因为安尼来享受你最稳定。当即个世间甲其中的劳苦拢过去了后，阮就要伫上帝你永远的厝，伫迄个所在享受迄个阮即时无法度通想象迄种无烦恼、无目屎、无死亡、无年老迄种的活命。这也是阮庆祝圣诞，欢喜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要赏赐阮的稳定。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敲揣着即顶好的宝贝，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会记得细汉的时，爸母拢讲爱较俭的，不管你后摆会趁钱，还是阮即马钱予你，你尽量爱俭起来，毋通黑白开。后来读经济学的时，才发现讲，事实上社会运作。毋是安尼咧运作的。咱伫资本主义的社会内底，伊强调你都爱消费，你都爱摕钱出来开，所以
你迄个货币才会通流动，啊，你伫迄个所在才会促进生产，因为有需要，所以咱有这个需要，遐啊先供应商因就法通做这个物件啊来满足咱的需要，所以规个经济循环需要你多消费啊，所以咱会通看见，伫现代工商的社会就是。你若消费会促进经济循环，所以有时咱会通看见一寡经济新闻讲啊，消费者信心的指数是偌济啊，表示经济会好甲歹。所以一直侪咱看见新闻报纸拢咧促销啊，来，互你感觉啊，你有需要即个物件，你有即个物件了后啊，你会生活更较方便，会更较享受即个人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发国家真重要的这个指数毋茫你会通有较多的消费这诚做一种集体的意识，就是消费主义。所以咱会通看见，伫这个工商社会，伫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有真侪理由真侪制律毋茫你会通出来消费。一般来讲，伫欧美的国家，因零售商上重要就是为感恩节过了后，到圣诞节、到过年这段上间，是因上主要的这个零售商的这个营业的期间，拢是为感恩节。感恩节是第11月第4个拜四，过长工，迄天开始，大家为着要准备。互厝内人圣诞礼物是到年底时阵要送礼所以是真重要。为黑色星期五开始，我看今年美国的销售讲特别是网络这个销售有增加4%，表明大家对川普起来了后，经济前景伫美国迄个社会大概还阁保持真乐观。主要是在欧美国家有感恩节，咱伫东方咱都无迄个。感恩节的气氛嘛，较无圣诞节送礼的习惯，所以伫中国因就开始创造一个双11啦光棍节的消费双11，互你较会记为光棍节开始爱通安尼来促进消费，所以咱人看见就是这厂商这生意人都用足侪节日提醒讲哇，2月你有情人节，7月有情人节、复活节儿童节、母亲节、感恩节，反正什么理由拢会通互你促进消费。最近上大的促进消费是12强，我们夺冠了。所以逐项你去食啥物件，特别10%啥物大家加减就拢掏出钱来消费。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社会的运作的情形。为什么叫做黑五？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其实，伫美国上大要的节日就是感恩甲圣诞。东部伫纽约，梅西百货今年多100年，因一个真大的游行。咱看见迄个空飘，迄个足大的迄个气球，迄种安尼伫遐游行。1月初变做西部洛杉矶的玫瑰花车大游行，这个是美国一个真大的活动。这个第一礼拜5开始，大家都即马去看，你会通看见每一个百货公司、每一个零售商拢有真侪人伫遐咧买。黑色星期五为什么叫做黑色星期五？黑色对咱来讲，咱感觉是较不吉利所以咱股票若人伫台湾是红字啦，红色的股票是，总是美国你若看今年股票若是迄个是红色的，表示讲是有迄落。我有时感觉奇怪咱以前读册的时阵无及格嘛是红字，敢毋是？黑字是讲你有及格安尼，总是毋知影伫经济上咱拄好好，红色是华人感觉是较好美国人感觉迄个红字不好所以黑色实际上是表示盈利，所以因感觉这零售商是为
感恩节的过灯刚开始我一年的销售我的成本不符来迄个盈利，所以我是拢红利，总是为感恩节过灯刚开始就变成黑利，所以叫做黑色星期五了吼。最近大家开始对消费这种鼓励消费的有一种反弹啦吼，感觉讲无应该，因为事实上你有去买到一寡可能你无啥需要的物件，迄是种的浪费所以有了一寡咱会感觉咱拢加减拢会贪小便宜啦吼，人都咧广告这物件即摆咧打折，你即摆可能无需要用，无定想我后摆买起来放咧，后摆我用会着。事实上，你买到一寡你并无需要的物件。我会记得即摆是网络销售较兴盛，所以较无亲像较早以前我伫美国的时阵，会感觉伫感恩节的下晡时开始，真侪店都大排长龙，因为这店拢真巧，伊伫即个店内底，伊会讲我提供50支iPhone 16，我打折，前面50个顾客，我你几趴的迄落，也是讲我还佫有几个商品，所以这个人为着要抢迄个打折的物件，所以足侪人伫白天就伫迄个所在摆到以前是拢。真正拜五暗时12点才有开，因摆到暗时入去迄落，所以这个人咧排队检查，伊心内想讲，我毋茫我会通排伫100名内底，我会通买到我所爱迄个物件，会通得到较好的deal。总是嘛有真侪人事实上会亲像讲我毋知，反正逐间店拢咧打折我入去看卖，无一定会看到迄个我有需要，还是我感觉这足有价值，物超所值。所以咱看见伫迄个以前伫迄个还未网络这个销售遐尼兴盛的时阵，为着要抢物件大打出手吼，大家伫遐相拍，伫遐抢这个物件。所以咱会通看见吹，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动机，也无共款的类型。譬如讲，我要目标真清楚，我知影我要伫即个物件，我需要一台电视60寸的，我就是要来买即个物件，心有所属我要找即个目标真清楚。有的咱咧找我的对象我要找迄个长头毛的心有所属我要找什么款的？伊心内有一个目标伫迄个所在，伊就为迄个目标去敲找。总是嘛有一寡人是 shopping around， 就是我。看卖我无啥物，反正互我拄着我就有机会我就买。还佫有一款的找，敢若有一点像警察咧掠贼还是讲警察咧掠凶手共款，有一点点线索。即有即个即个现在高速公路一个调查员去用，我要找线索，这是毋是故意去改弄死的我毋知这线索遐因错我找到啥物物件，背后是毋是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所以咧找有各种无共款的动机，甲无共款的方法。事实上，圣诞故事内底，你若注意甲读，这圣诞的人物，因嘛拢咧找。譬如讲，咱讲玛利亚，伊一直咧找，为什么？天使加倍来甲我讲，你要怀孕生囝，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当遐个样的找到马座来，这陌生人竟然来条件这个伫马座内底婴该讲我看伫曠野看见天使甲阮报这个消息，所以阮就要来看。伊咧想讲，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囡仔到底？是偌尔特别，我想伊一世人，玛利亚大概一直拢拄着即个问题。即个遮尔特别的囡仔，上帝托付互我，到底是未假的，伊嘛也咧想迄个意义。约瑟较单纯，约瑟伊若圣经看起来，伊拢是做梦，梦起来，伊就把那一个梦境当真就叫天使所吩咐伊的，伊本来想要把这个婚约给取消，
做伫梦中甲讲无，迄个是圣神互伊怀孕呢？伊毋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你爱甲带来，伊就照伊梦的所梦到的，就去做。后来你婴仔出世了，天使伫约瑟伫眠梦中甲伊讲起来，你爱逃命，你爱带婴仔甲即个玛利亚去埃及，伊嘛安尼做。伊敢若凭着信心，虽然我毋知影迄个背后，我相信我的梦有意义，我就照安尼去做。这伊嘛是咧找啦，随上嘛咧找这意义。我想你甲我是毋是有缘也有即种的经验？为什么我会拄到即个代志？为什么我会破病？为什么我嘛足注重养生？总是我会去得到即个病。到底上帝互我拄到即个代志？上帝互我生到即种的囡仔？上帝互我伫工作上拄到即个困难，互人霸凌也好，还是讲你伫各方面的代志，你一直咧想讲，是这背后有我所无了解意义。上帝要教示我，互我的生命更较完整，更较有意义。咱拢咧憔悴，抑个有种的憔悴是印证吼，特别是牧者，即天君天使去无代无志去甲这牧者、这陌生人甲伊讲伫台北的城有一个婴仔出世，恁都爱去甲看。因听了讲，当咱来去伯利恒来看所成的事。这个各样的人，因想要印证这样代志是毋是事实，所以天使已经甲因讲时间，甲因讲地点。甲因讲记号，就是用一个布包起来。我甲恁讲是安尼，恁是毋是要去印证、去找看确实是毋是有即种代志？所以因真正就去找，伫伯利恒、伫马祖内底去找到即个婴仔，伊亲身印证了。然后诚做即项代志的见证者。我毋知你是第几代基督徒，第2代、第3代，还是你第1代？你听人讲做基督徒真好。你听人讲伫教会活动真好，你家己来到即个所在来印证，家己来遮来经验了后，然后你是毋是愿意讲，我诚做这项代志的见证者？确实伫即个耶稣基督内底，我有喜乐，我有平安，我更较有永远的活命，我有国外的愿望，我要诚做这项代志的见证人。检查你还搁咧找，亲像这个牧者共款，总是即个憔悴互咱到一个程度，咱会诚做这样代志的见证者。咱今日要讲的就是马太2章。其实这段经文，你用憔悴的角度会通看见有4个人物。第一个是东方的这个博士，咱拢讲博士啦吼。第2个是希律王，伊嘛咧找。第3个是经学士甲祭司。因真有圣经的财物。所以，因知影讲，弥赛亚将来是伯利恒出世，总是因地设伫这个所在，总是因无去找啦。他们也没有去印证，这个人敢若满腹的圣经财物，总是弥赛亚甲因无关系。第4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伫迄个所在听到讲，有一个要出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时，这百姓心内说不安、惊吓。这造成动乱啊！我已经有一个王啊，乃阁有一个王要出来出世，所以逐个人伫无共款的角度咱来看这个用找角度来看。第一个，咱拢真知，咱台湾台语圣经有几啊个博士啦吼，博学之士吼。当然，迄个时阵是毋是有这第几个，咱毋知影。总是伫现代中文讲星象家，可能是感觉讲安尼较。这个人就是可能有天文地理迄种的知识，定咧观察星象。圣经互咱的资料真少，东方是倒一个国家，到底真正是3个尔，还是较侪人？事实上，咱是用伊的例面讲有3博士，其实咱毋知影啦吼，毋知影。总是至少因会去观察到。我相信全世界毋是干那因即几个人去看到有一粒星，
对咱无天文知识的人，看到星咱嘛唔知影什么较特别。总是因有迄个天文知识，知影讲，这粒星以前捌看见，即马出现，应该有迄个意义伫咧。所以因遮个人应该是有一寡天文知识吼。所以迄个现代中国日本特别介翻译个星象家来发现这样代志。真正因叫做追星一族啦吼，毋是像咱即马遮个少年人咧对周杰伦啊，是咧对遐不是那种星，真正因是看迄粒东方的明。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星象学家是对因的兴趣，还是讲因的专业来做出发点，引起因对宇宙奥妙的好奇。所以感觉这个代志背后有上帝的意思伫咧，所以我要知影背后的意义。学者追求真理，也要解开迄个秘密。所以咱即马有时咧看这诺贝尔这物理奖、化学奖，因真正就是我要知道更多的迄个奥秘，物理的奥妙、化学的奥妙也好。我要去追找迄个背后的迄个意义。我想，咱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趣味也好，咱的专长。你伫你的趣味、你的专长的中间，你有看到上帝的伟大无？到处都是。有的人是对音乐。我知有人因为听韩德的《弥赛亚》，伫迄个听讲，竟然伫短时间内底，这个音乐家会通做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出来。迄个圣经的经文甲迄个旋律，这背后有上帝圣神的作为。所以诗篇甲咱讲，咱逐所在上帝咧显出伊的能力。伫你的兴趣甲你的这个专长的观点，上帝用安尼来显现、来启示伊家己，互咱知影。所以，譬如咱中间有人学经济，有人学音乐的，有人学文学的，有人学化学，有人学物理，有人学医学。伫这医生，咱看人体各种的奥妙的中间。你是毋是伫你的兴趣甲你的专长的观点，有去看到上帝通过这要显现伊的大权能也无？这学者大概拢是星象学家因看到迄粒星，真趣味就是我无了解为什么因感觉这粒星甲犹太人的王有关系。圣经无予咱任何的线索，总是因就是感觉这粒星甲一个王甲迄个犹太民族有关系，咱唔知影。总是因甲犹太人的王甲这粒星甲连做伙的时阵，因真主观去判断讲，既然是王，那一定是伫首都，一定是希律的王宫。因对错误的方向去。对上帝的这个安排，唔是这种的情形。所以有时咧追找耶稣基督的过程，咱嘛会去犯到同款这种的错误。咱一般是认为讲，迄是甲我无关系。知识分子咧追找拢是对观察现象来入门。然后会归纳出一个主观的答案。我捌拄到一寡青年，因感觉，特别伫华人的迄落，因感觉讲，如果比较世界的体制对科学对这政治是哲学方面的追找好像西方的世界敢若较进步对民主的制度等等。因观察到这，因无去观察到，就讲，这西方今仔日不管伫政治的体制也好，对伫医学各种的背后有一个信仰咧支持因，所以
因就感觉欧美文化体制各方面敢若比较好，所以因敢若嘛是敢若停留伫迄个部分，因无个深入伫遮个背后有信用咧做支撑的所在，所以敢若讲迄是别人的物件，所以今仔咱看中国讲，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制度，中国特色的，因有这种的看法来，所以这青年讲遐个就是甲犹太人有关的，迄是别人的。这三个博士伊嘛感觉，迄是犹太人的王，迄毋是我的王，迄毋是我的文化，迄毋是我的传统。所以我会通表示尊敬，总是我无要接受伊做我的王。所以这星象学家一开始因嘛是安尼，我要表示阮对伊的崇敬，总是迄是犹太人的王。今仔嘛是真侪人安尼。整个世界民主的体制，因的地下方面可能真好，总是迄个外国人的神啊。华人无咧拜耶稣的啦，无咧掠耶稣基督做上帝，所以伊是别人的王，毋是我的王。博士问希律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叨落？咱知影希律，看来咱来介绍伊。伊事实上是真惊人来篡位，真惊人来抢伊的王位的，所以这博士是问唔着人，咱讲请鬼摕药单共款啊。伊都咧惊讲有人来取代我的位啊，你搁去甲问迄，所以因是对敌基督者去问关于耶稣基督的代志。兄弟姊妹，今仔日别人伫咱的身上所看见的，是我是一个互人感觉，哇！我若亲像基督徒，若亲像迄个安尼，我宁可莫做基督徒较好。咱是毋是诚做别人的希律？保罗伊足有自信，伊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你们可以看我，因为我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迄粒星。保罗甲哥林多教讲，恁是基督的介绍批呢，恁明明是基督的批。别人要认识耶稣基督，是通过你的行为，通过你的做人呢。咱到底是对耶稣基督的形象是正面还是负面呢？这是咱需要注意的。你是指向带人来认捌基督迄粒明亮的心，还是讲你是一个基督的？真趣味，这个学者吼。这个博士，因本来是追寻者，咧追求星的意义，后来变做追随者。当然，这个圣经真短啦，因后来有去看到，总是上帝通过因的面盲，甲因讲，你毋通阁倒转甲希律讲啊，所以因就为别个所在倒转去本所在，找到基督。是理性对吹的结束。我为看到迄粒星，毋知偌久以前看到，然后用一段时间找到迄粒星，也了解伊的意义了后，是理性追寻的结束。总是确实是因信心grund地的开始。咱会通用理性来追寻，总是到一个程度，咱需要用信心甲顺服。所以这博士因后来才无倒转去。耶路撒冷甲希律报备。咱咧看第二个找是大希律，大希律咧找伊的潜在的威胁者。伊伫顶礼拜咱有讲到第二圣殿就是大希律大兴土木，互伊造成变做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我检视是伊是主前74年甲主后第4年。主后 AD 第4年，伊出世伫以东，是较偏僻的所在。咱知以东较是伫约旦河的东岸迄边。照传说，伊捌救过罗马皇帝性命。后来因为伊娶着2个某，伊是即个马加比的后代，
所以互伊会通受封做犹太的即个犹太地区的特首，也是犹太的分封王吼，就敢若今仔日中国和香港的特殊一个地位啊，共款，亲像安尼。啊，大希律伊是一个建筑家，所以今仔日你若去到以色列去参观的时阵，你还阁看到即个该萨利亚的港口伊个引水道吼，这拢是大希律做。伊马萨达吼，一个城堡伫咧山顶到后来是诚做今仔以色列兵要入营，拢都爱去迄个马萨达，因为当时这也是伊即个大希律起的希律的王宫圣殿拢是伊所做。当然伊的政权是由于罗马予伊，所以伊是真亲近罗马。伊也是一个不只有统治能力，伫伊统治下面伊会统治的范围加真宽。总是因犹太人真讨厌伊，一方面伊代表罗马政权，一方面伊的血统毋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伊家己坐伫即个位，统治者对伊毋是真服的，即个百姓伊真惊人甲篡位。所以上大的担心就是有人来取代，甚至伊无用阮伊的囝来继承伊的位吼。你若看迄个历史吼，杀死家己的某，两个某拢互伊杀死，然后伊三个囝，所以罗马皇帝听讲有安尼甲笑讲做希律的甜吼，比做因囝较幸福。这个就是大希律。大希律伊上大的烦恼就是有人来占伊的位，所以这个博士甲伊讲，迄个出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伊听了非常会感觉真惊吓。就讲耶路撒冷嘛是安尼，政局若无稳定，社会一定动荡不安。咱看这两天的韩国，咱就知影，经济啦、旅游啦，各方面到底戒严是毋是伫动乱的时阵会引起北韩来甲因侵略？社会变做甚物款？特别伫耶路撒冷这首都，如果若有一个王出来，若有迄个政治斗争的时阵，是毋是会引起罗马出兵来镇压？所以这个会不安啊！今仔日台湾的政局若不稳定，我想咱心内嘛真惊。中国也是各方面是毋是有趁着这个时阵来攻击咱？所以希律伊是伫迄个所在，甲这博士甲讲，甲祭司经学士问了讲，知影特别厉害，无你先去探听，若知影你倒转来甲我讲，伫倒位找着，我嘛要去拜伊。当然，今仔日咱伫台湾的时阵会看见，最近咱报纸定咧出讲有足侪。网红被收买啦，也是讲有即个像总统府的宪兵内底有共谍，这咱实在是会真惊咱国家的安全。伊最后就是要消灭耶稣基督，所以希律伊的目的是看基督是一个威胁，是一个我的地位的威胁。我要问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毋是你的威胁？确实，有时耶稣基督对你甲我拢是一种的威胁。耶稣基督若要伫我的生命中做主，我爱放弃一寡我家己想要掌控的一切。咱知影，耶稣不用2000只猪的代价，互一个富贵的人来得到医好。迄个经济代价太大咧，所以激纳心这的人，你唔通来阮遮，你来阮遮影响到阮的经济，所以耶稣受赶逐，都无伫激纳心。咱看见伊伫撒玛利亚嘛无受到欢迎，因为你甲我无共国，你是犹太人，你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无爱接待你。我想今仔日你甲我咱拄着一个问题，讲耶稣基督是主。做是咱互伊的权柄是到什么程度？耶稣基督咧挑战你的自我，你的价值观。
你会安怎处理你的金钱？安怎处理你的嗜好？你是毋是家己想要做主？当你听讲迄个出世来做你性命的王的伫倒落，你敢会感觉悲白？我想咱性命中是毋是拢加减有一个区块是上帝？你最好莫甲我问。我欢迎你做我的主，总是莫影响到我对我金钱的处理的方式，我的嗜好，我对儿女的管教，这部分我家己要控制，我无爱上帝想介入，耶稣基督想介入伫迄个中间。我想咱大家心中加减拢有一部分是安尼。咱看这个东方的博士，因对好奇来出发，本来想要找别人的王，后来找到家己的主。今仔你甲我，咱也咧找。我知影咱逐个人有无共款的兴趣，不管音乐、文艺，还是医学，还是科学，还是你对半导体等等，咱对咱的兴趣、咱的专业来出发。所以咱说的就是莫想主观，像咱今日所读的启示文，上帝道路关过咱的道路。咱想讲应该伫耶路撒冷的皇宫，总是伊是伫伯利恒的马座。咱莫互咱家己想主观的观念去影响到咱找到即个性命的主宰，是毋是？咱会通安尼来对追找者变做一个军队者？伊是出世来做咱的王的。今年圣诞节，你要找什么？今年圣诞节，咱大港节的时阵，咱有找到咱性命的王也无？我用这个来做咱今仔的金句。我甲改啦吼，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今仔日咱甲改做，伊出世是要做你甲我性命的主，伫倒落。咱毋若看见迄粒星，看见做信仰前辈好的所行，咱毋是干那要来拜伊，也要来互伊成做咱的主。咱用马太2章20，咱犹太人迄句免读，咱来做来读。出世做我的王的伫倒落，因为我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毋望伊成做你的王、你的主。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也咧敲吹。有时阮找到心内幽怨的悲白，恳求你帮助阮，亲像这个东方的博士，你通过阮的专长、阮的兴趣，阮会通看见上帝你奥妙的作为，也恳求你，互阮毋若成做一个堆砌的人，搁较互阮成做一个军队的人，期待你成做阮性命的主。帮助阮，将阮的主权会通交互你。当阮无愿意你想牵涉到阮某一部分的时，恳求你用圣神感动阮。你是出世来做阮性命的主，也是成做阮将来得到永远活命的保障的。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圣诗53首，伫清静的暗暝，请起立。
请坐。伊是咱来奉献，请陈小文、杨嘉欣技师来书献。车起立。伊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阮点第2期代表信心的蜡烛，请大家备办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礼拜后请留落来互相请安交谊，做伙到地下室来用爱餐。第2点，今日嘛是总会所定的关怀艾滋病的主日，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奉献代祷。第3，今日爱餐了后要召开中集会，请同工准备心来参会。另外第4点较重要吼是圣诞的庆祝会。今年的圣诞庆祝会是伫12月21号礼拜6的下晡4点开始庆祝会，下晡应该6点就开始圣诞的爱餐。报名费是100块，团契报名是到今日为止吼。其他也未报名的，会当找诗涵来报名，到后礼拜就是12月15号为止。所以请还未报名的赶紧吼。你是伫倒一楼用餐呢？请大家会当参考周报所写的。参考周报写的有 B1 4楼、5楼吼，4楼、5楼甲6楼。另外要订圣诞糕的兄弟会当找诗涵来登记，有3种的口味。因为材料有起价的原因，每一个圣诞糕是22块，登记到今仔日为止。若有需要的会当赶紧。第6点是财务组的报告，因为年度要关校的关系吼，兄弟若有需要对外奉献的，请伫后礼拜日以前来完成。对内的奉献是伫12月22号。圣诞主日礼拜以后会关校，所以多谢大家配合。第7点我跳过。最后是明年第1月行事日，请各团契也是事工小组会当伫12月22号礼拜日进前来安排，而且甲你事工表交予办公室。另外团契的消息吼，后礼拜日12月15号礼拜后。上年团契要举行例会，请上年的兄弟会当有留时间来参加。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看。无事讲有要补充。咱知影迄个艾滋病的关怀咱连续长老是
是董事长吼艾滋病已经25年吼，这25年关怀这百几个人的这个艾滋病的咱来关心这希望这个社会边缘人会能得到好的照顾。我来介绍今日我遮手边有一个为树林教会市慕德兄弟伫咱中间无？徐茂德伫头前吼，咱欢迎伊来甲咱做伙。有特别我需要来介绍，若无咱来行一个平安礼，足久毋捌平安礼吼。好，咱做伙来行平安礼，请起立。做伙来吟圣诗41首，请来伊玛内利，第1节到第2节，第7节。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
圣神的相通，伊伫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议会。